一年一度嘅長洲太平清醮舉辦飄色巡遊，隊伍陸續由北帝廟遊樂場出發。打頭陣嘅係電視劇入面伸張正義嘅正義女神。今日扮緊啲咩啊？係點解會扮佢嘅？係咪好靚啊？今日心情點啊？而家巡遊主題亦搭配過去一年嘅時事熱話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手持財政預算案現身，發展局局長寧漢豪就着住淺色正裝，手持加強版招標妥嘅手牌，諷刺圍標問題。至於單車運動員李思穎同空手道運動員劉慕常就帶住金牌亮相，個個神采飛揚。今日熱唔熱啊？熱。開唔開心啊？開心。點解嘅？因為可以推我去好多地方。自己之後想唔想做運動員啊？想。市民專程嚟到長洲睇巡遊，認為氣氛熱鬧。今年好好啊，好啊，氣氛啊！個個環節得好，啲小朋友好得意咯。正義女神就深得人心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梗係正義女神啦！今年最興呢個電視劇啦，係嘛？所以飄色就全部都會做呢個。如果佢扮得似唔似得上？梗係似啦！啲小朋友咁辛苦，應該要加油啦。據說喺1920年初，有長洲居民喺佛山目睹飄色之後，將佢引咗入長洲，至今已經成為咗長洲1年1度嘅傳統節目。說在線記者溫情報導。